先看视频，好吧？你给我看木吉，坐下来，对吧？手伸过去，在做什么？什么东西在亮啊？是的不？放在口袋里面还在亮。看清楚没有？那个不是我。我换一个角度给你看，没事，一个个看，没关系，我有的是视频。我跟你说，每个地方的监控我都调，每个角度我都调过来了。看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。这是我吗？你真的是有歪了，就跟你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不是你是我啊！我看有点像你哦，我看有点像你哦。你真的是，你把豆瓣在这里跟我，我都没看清楚，那个不是我。你可以假面，我无所谓这个东西，好不？我每个角度都调了，严实合分3个视频，我人脸比对出来也是你，我什么东西都做了，我跟你说。不是我。